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初2，旧历的7月15。今仔日是7月半中元节。等一下，咱有相关的报道。先来看这个单亲爸爸无用咧做工课趁钱，较无时间来关心到查囝的状况。本来想讲教予学校的老师上该放心，想袂到去拄到色狼老师。台北这个爸爸出面来指控，讲一个男老师来诱拐着伊当时才来读国小4年的查囝。两个人来谈师生恋，这段不伦之恋，一直到查某囝读高中2年的，伊才来发觉。而且两个人交谈的内容，阁有讲到其他的女生，所以无排除也有其他的女学生来受害。体格散散落落的查甫人无锁匙，趁其他住户开门时坠入去。一个平常国小老师半暝私底下走去找女学生，因为伊互人指控讲长期诱拐少女。你前门打好，走到阮兜去半暝3点，你走去阮兜呢？你让我感觉是什么？我的安全在哪里啊？囡仔老爸指控讲，因查某囝小学4年的时，就敢若互这个老师诱拐交往，一直到国中2年，搁捌租一间套房交锁匙予伊，家长忍无可忍，出面公开这个录音。不好说呢，但是所以上次说他会有时候偶尔会摸你大腿，那会摸大腿内侧吗？我只希望他不要再来骚扰我女儿。到现在为止，他千方百计的在跟我女儿联络。我防不胜防哦！你叫我每个游戏都去检查吗？师生恋有4年，家长完全唔知影代志一个逼空了，老师佫走去少女的国中，想要主动学校开性平会，因为即摆面临的是被停聘3个月爱调查。先做停聘的处分，后续依整个性平调查结果出来，再做后续的。那个叫做暂时停聘，不叫做停聘处分。性平会才会所谓的停聘处分，停聘停多久？停1年、停2年、停3年，有可能停4年，他还是可以继续到别的学校去任职。被指控老师电话无开，停聘是骗老师，佮甲其他学生有接触出问题，因为家长部分教育局无作为，到底敢有其他受害者嘛？应该好好调查清楚。